梨園趣事第40集，老官爭氣做，開戲師爺頭痛到爆。Hello 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我嘅講故事頻道。今日我哋繼續講上世紀粵劇梨園嘅趣事。話說粵劇界有好多幕後故事，尤其係同編劇同演出安排有關嘅，真是一個充滿火花嘅世界。喺嗰陣時，粵劇團開始改革。舊式嘅江湖18本同排場18本漸漸唔受歡迎，新編嘅劇本開始流行。但新劇本點樣編，點樣分配角色，真是一個大學問。因為五大台柱，即係武生、小武、小生、花旦同男丑，個個都想多啲戲份，結果搞到開戲師爺頭痛到想死。今日我哋就嚟講講呢啲老官爭氣做嘅八卦，仲有開戲師爺點樣喺夾縫中求存。準備好未？即刻開講。首先講下嗰陣時粵劇團嘅演出模式。喺上世紀初，粵劇團嘅日場同夜場有好大分別。日場通常係大鑼大鼓，充滿武打場面，好似一個大派對咁，全班人由頭場演到尾場。演到夜晚點燈，先有個團圓結局。呢啲戲多數係武場為主，文場為輔，觀眾睇到熱血沸騰。夜場就更加精彩，因為係3出頭嘅安排，即係一晚演3本唔同嘅戲，每本戲大概2個鐘，由唔同嘅角色輪流擔綱，演到凌晨，甚至天光先收工。如果3出頭演完仲未天亮，仲會加演一場包天光戲，通常係一啲搞笑嘅扯科幻喜劇，幫觀眾提神醒瞓。3出頭嘅安排真是一個考驗，因為每本戲都要俾唔同嘅台柱有機會出場。試諗下，武生、小武、小生、花旦同男丑，每個人都要有一場屬於自己嘅高光時刻。例如武生嘅經典劇目有夜困曹府同與佛有緣，小武有三戲周瑜、羅成寫書，小生同花旦嘅對手戲有天香館留宿、詩探情文，宮腳有曹福登仙、路遙訪友，二花面有魯智深出家、五郎救弟，男丑就更加搞笑，有蛇公禮壓地、花仔燃貓范惠翁、蛇仔抽企生龍。呢啲劇目好多都係用老官嘅戲號命名，聽落就知係度身訂造，俾佢哋大顯身手。不過隨住粵劇改革，3出頭嘅模式慢慢被淘汰，劇團開始流行一晚只演一本戲，由5大台柱一齊擔綱。呢個改變聽落好似簡單，但實際上係一個大挑戰。點解？因為一本戲要俾武生、小武、小生、花旦同男丑，每個人都均勻有戲份，仲要生旦嘅對手戲多，唔可以有啲角色演一場就冇晒戲份，又或者等足成晚先有得再演。試諗下，如果一個正印花旦演咗一場就無得再上台，佢點會唔嬲？咁編劇嘅開戲師爺就變成一個好頭痛嘅角色。因為佢哋要平衡5大台柱嘅要求，仲要編出一個好睇嘅故事。講到開戲師爺，真是一個高壓職業。試諗下，你係一個編劇，好辛苦寫好一個劇本，覺得橋段好正，每個場景都有得唱有得演，但點知拎去俾老官睇，佢哋一睇就話：喂，點解我嘅戲份咁少？或者話，呢個角色唔啱我嘅身份，又或者嫌新曲唔夠多，結果拒絕演出，咁你點算？唯有返去扭過個橋，重新編過，務求滿足每個老官嘅要求。試諗下，一個劇本要改來改去，仲要應付一班大牌嘅脾氣，開戲師爺真係壓力爆煲。嗰陣時有幾個出名嘅開戲師爺，例如黎鳳元、蔡了元、鄧英、李公健、謝承之、陳鐵軍，佢哋都係編劇界嘅高手，老官對佢哋都有一定信心，
但就算係高手，都唔係每次都順利。試過有啲劇本，因為戲份分配不均，或者角色同老倌嘅形象唔夾，即刻俾人退貨。仲有啲老倌，因為嫌新曲太少，覺得無機會晒唱功，直接話唔演。開戲師爺聽到真係想喊，試諗下，你花咗幾晚通宵寫好個劇本，點知俾人一腳踢開，呢種感覺真是一個心酸。不過喺呢啲開戲師爺入面，有一個真係好有權威，佢叫梁門三。點解佢咁威？因為佢唔單止係一個編劇，仲做過正印花旦蛇王蘇，喺梨園有好高嘅地位。仲有佢係戲行叔父，即係一個德高望重嘅前輩。佢寫嘅劇本，就算有啲小瑕疵，老倌都唔敢話唔演，最多只係演笑幾場。試諗下，一個正印花旦出身嘅編劇，寫出嚟嘅劇本，自然明白老倌嘅心態。佢知道點樣平衡角色，點樣俾每個台柱有發揮空間，咁佢嘅劇本自然有說服力。講到呢度，我同大家分享啲幕後趣事。話說有一次，一個新劇本開講，開戲師爺好興奮咁同老倌講解劇情，點知一個正印武生一聽，即刻話：喂，點解我嘅武打場面得2場？跟住一個花旦又話：點解我嘅唱段咁少？結果開講會變成一個爭吵大會，開戲師爺要好似和事佬咁，一個個安撫，仲要連夜改劇本。仲有啲老倌為咗爭氣氛，會喺後台同開戲師爺私下傾訴，話如果加多1場對手戲，佢會請食飯。呢啲幕後交易，真是一個梨園嘅搞笑日常。雖然老倌爭氣做比開戲師爺好多壓力，但呢種競爭其實都推動咗粵劇嘅進步。試諗下，如果無5大台柱嘅要求，新劇本可能唔會咁精彩，觀眾亦都唔會見到咁多經典嘅演出。呢啲爭氣做嘅故事，雖然聽落有啲亂，但都係梨園嘅一種人情味，反映咗嗰陣時老倌嘅熱情同專業。好，各位，梨園舊事呢個節目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喜歡呢個節目嘅朋友，請你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拜拜，我哋下一條片見。